各位兄弟平安，咱真欢喜伫线顶，搁一摆甲咱兄弟三甲伫主日来敬拜上帝。也即礼拜伫遮甲咱三甲思考诗篇49篇，即篇真要紧，诗人论到人生真要紧生命的功课。最近天气不止啊热，也有传出一寡所在有人热死，热到死。无论啥物款的原因致到来死亡，即一年偌久的时间，咱知影肺炎疫情也带予人真侪有关生命思考、有关死亡的课题。今仔日通过诗篇49篇，伫遮甲咱三甲思考一个主题，就是人人平等。讲到人人平等，咱常常会想到伫社会上老百姓的意识观念内底，常常会讲到法律之前，人人平等。伫法律的面前，每一个人拢是平等，所以就有人讲，王子犯法，甲老百姓拢相款着判罪；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总是真侪少年人会质疑，敢有影？敢毋是有真侪正二代、官二代、富二代，就是做官的即个因的囝儿，也是好野人的囝儿，是毋是因有特权，所以常常是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，也是常常会听到只准州官放火，毋准百姓点灯。即款伫民间的传言，就咧反映，其实人对法律也不止无信心。敢有影人人平等？即摆疫情，咱就看到，伫病毒面头前，确实是人人平等。因为即个病毒无分你是好业，也是丧凶，无分你是有读册，也是无读册，无咧分讲你是好业啥。你只要拄着病毒，就看见，无论你的出生是安怎，你的身份背景是安怎，拄着染着，就会面对健康的威胁、生命死亡的临到。咱也看见，确实伫疫情影响下面，无拄拄拢是人人平等。虽然面对死这件代志是人人平等，总是咱看到，伫肺炎疫情一段时间了后，咱今年有传出真好的消息，就是会通注即个疫苗，注即个注了检测会通有保护，帮助咱若是染着袂致到遮尔严重的病症，也是死神。总是咱就看到，伫即个疫苗的功课顶头，嘛是无平等。好业的国家买真多，甚至是总人口的几6倍。丧凶散车的国家买袂起，需要人来管，需要人来分享。人人平等就成做一款的口号，成做一款的精神若定。今
今仔日的诗人清楚反映，伫世间有真侪无平等的代志，总是邀请人来做伙思考即个人生的课题。所以第1节到第4节，伊安尼来讲起：众百姓啊，恁着听即个世上拢总徛起的百姓，恁着压耳孔，无论下顶、上顶、好野、丧凶，拢着安尼。我的嘴要讲智慧，我的心所想的是通达。我要压耳孔听譬如，我要用琴解明我的奥妙。伫遮简单讲，诗人邀请所有的人，你是下顶、上顶、好野、丧凶，拢着受邀请，做伙来思考即个生命的课题。伊讲，伊要用真侪智慧的言语，通达，用譬如，也阁有即个奥妙的话，要对人来讲起。然后这到底什么款大代志，需要伊安尼邀请所有的人？伫即个邀请的背景，会通看到一款平等的邀请。伫咱中文圣经、台语版的圣经、汉字中间，看袂出到底伊咧讲的下顶、上顶，清楚指明什么款的身份。原文的圣经有即个意思。所谓你讲的上顶，就是指着遐个有王族血统、王室之尊即款的人；下顶就是普通软弱的老百姓。伫遮有看到一个气味，就是拄则咱有讲到，所谓的正二代、官二代、富二代。遮个真侪上顶的有特权的，伫社会上，咱亲像互人尊做是尊贵的人。遮个人就是上顶的。那一般普通的老百姓，只是软弱、软正、无关系的普通人。那亲像即个诗人，就是即款的普通人，就是属伫下顶的，属伫即款软正、软弱，所以伊有感受到。那亲像遐有权有势的人，不只啊靠势，也不只啊用因的关系、钱财来欺负遮个丧凶人，欺负遮个软弱的老百姓。所以，伊心中有一幅图，心中有一款的信仰，需要邀请所有的人做伙来想一个问题：你地面上一切所有的钱财。关系、名声、身份，敢会通保护、保守你到永远吗？敢会通缀你到伫永远吗？伫即个所在，第5节到20节就进入伊所要讲的人生的课题。到底对即个诗人来讲，什么是人人平等的基础？人人平等的基础无在伫律法。无在伫法律所定的条规，人人平等在伫人类生命中间自然的现象。所以，这首诗虽然毋是真完整，有这个对照对比的一首诗，毋是完全对称，总是伫这个道具内底，伊原来有咧讲究一款的对照。第5节对照16节，也佫12节对照20节，即两句互相有回应。然后真要紧的核心是15节，真要紧，诗人的信仰告别，也是伊信仰的基础，也是伊得救的准则，确实。
然后第8节、第9节、17节到19节，还佫有另外一个对比，就是伊对人生现实的体会。即个表咱会通伫 PowerPoint 顶头，我有甲伊表明出来，咱会通对照来看。下面我就要详细对第5节开始甲咱讲解，诗人到底是咧讲啥？伊讲奸恶缀我的骹后田，四面围我伫即号患难的日，我免使惊。简单讲，有真侪艰难困苦，有真侪危险缀伫后面骹后田，缀条条。总是伊讲我免使惊，我有啥物好惊的？我免使惊。到伫即文的中间16节就清楚回应，毋免惊，毋免惊，无啥物好惊。也诗人安尼问有原因的。第5节讲伊免使惊，第6节、第7节伊就讲出伊的看法。伊讲遮个靠势的人，遮个有权有势的人，因无法度赎回家己的兄弟，也袂会替伊将赎回的价钱互上帝。简单讲，你有钱有势，无法度付上性命的代价。无法度付上性命的赎价来互上帝，所以第8节、第9节，伊就落一个小小的结论，因为赎回因的性命的价钱真贵，只有永远放煞，互伊长长活地，无看见休怀。其实第8节、第9节的头前应该有一个字，总是咱的中文甲台语拢无翻出来。原来意思一开始有讲到，实在是实在是因为赎回因的性命的价钱真贵，实在是即个语气伫17节到19节，还佫有出现另外一摆。即款实在是安怎的口气。第8节、第9节，咱的台语汉语本翻了，那亲像咱无法度完全明白到底伊咧讲啥。啥物叫做只有永远放煞，互伊长长活地，无看见休怀。拍算你可能读了，字看有，意思袂明白。伫遮，我来引用天主教理翻译的圣经，叫做思高本。思高本的即个译本，伊翻甲真浅白。伊讲，因为人性命的赎价非常的贵，非常的贵，任何金钱拢绝对袂通将伊赎回，袂会互人生会通较长一刻久。也袂会互人袂见死亡。简单讲，人无可能因为你有钱有势，你就免见到死亡，你就毋免面对死亡。你犹原爱面对即个死亡的临头。天主教即个版本真白真清楚。讲到人有钱有势，总是有关性命的课题，绝对毋是用今生的权势、金钱所会通赎回。第10节、11节，伊搁进一步讲，因为伊看见智慧的人死，愚妄的人，甲亲像精生迄款的人，也做一个灭无，留因的钱互别人。安尼看起来，准若是真好业、真有势、真有权的人，伊所留落来，也只不过是互别人那定。因心内咧想，因心内安尼想，11节讲，因的厝要永永伫地，因徛起的所在
到万代，因用家己的名来名家己的地。简单讲，因想讲伫地面上所起造遮的建筑物、遮的不动产，会通应用伫地。因想讲，因所徛起的厝，因所徛起的所在，会当一代传一代，2代、3代到万代，久久长长。所以，因就用家己的名号即个地名。可比讲，你的名若叫摩西，即个地叫做摩西；即个名若叫做雅各，即个井叫做雅各井。用家己的名来号地，安尼就当久长吗？也无拄拄是安尼。11节，我也搁一摆甲咱来看天主教译本，也真浅白。伊讲啥？伊讲，因虽然捌用家己的名号来甲即个所在号地名，总是因永远徛起的厝体，甲因万代所徛起的，却是墓地，却是墓地。然后这安尼讲有白无？简单讲，你所去做的硬体，将来只不过是你所住的所在尔。你所号的地名，将来也只不过是你待伫迄块土地顶头，是你的墓地尔。简单讲，无论你偌敖，无论你偌有钱、偌有权、偌有势，你是大官，你是总统、总理、皇帝也好，天皇也好。无论你是甚物款身份，宗教德，你是教皇嘛好，你是教宗嘛好，你是大主教，你是大牧师，你甚物人拢相款。亲像古早时代的大祭司、祭司头，拢相款。你所徛起的所在，只不过是你的墓地若定，你拢爱面对一个事实，就是死亡临到。死会临到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所以12节讲甲真白，总是人踮伫尊贵的中间，袂久长，亲像为死的精生，亲像为一死的精生。这是12节所讲的。12节对照是20节，咱来看20节讲啥？20节搁一摆出现。人踮伫尊贵的中间，也无醒悟，是亲像会死的精生。人踮伫尊贵袂久长，只是亲像会死的精生。这个是12节。20节讲，人若是踮伫尊贵，佫袂觉醒、袂醒悟，你就甲迄个会死的精生是共款啦定。然后，咱看起即个疫情真严重，有真侪人面对得到即个肺炎疫情，然后来事实，真侪所在、真侪国家无法度消化、无法度火化遮个过往的人的遗体，就遮个遗体有一寡处理方式，互人看甲会惊，有诶乌白台，有诶放水流。污染环境，也搁成做感染的源头，污染水源，污染土地，互别人嘛活伫风险的内底。咱会通看到，亲像某些国家会看到因的河流，真要紧的水源头有真侪尸体铺伫迄个所在，因为袂赴来处理遮个遗体，就致到乌白蛋。乌白台也造成真大社会的惊吓。即款的做法，你有感觉人的生命真无尊严？亲像诗人所讲的，遮个尊贵的人，因袂久长；遮个尊贵的人，因若袂觉醒，就甲会死的精生共款。咱伫台湾俗语中间有讲，遮个精生若是死了后，民间习俗。咱若处理猫、处理狗，咱就会安尼讲：死猫吊伫树头，死狗就安那放水流。死猫吊树头，死狗放水流。
来位兄弟，这是一件互人感觉真恐怖的代志。这个情绪嘛是生命，嘛是有活命，总是咱看去，这个敏感是属因为灵魂观的原因，将死去的精神猫仔就甲吊树头，真侪人经过树仔看甲惊甲要害，死狗就甲放水流，也你若酸水看到这个，你也感觉真想要吐。总是这是精神啊！如果恁若去河流佚佗，去遐洗肠，你看到人的遗体伫河流内底漂流，你有啥物感受？人的活命搁较尊贵，嘛亲像精神共款，若定敢毋是？这会觉醒，竟然伫几若年千年前的诗人就觉醒。人若袂晓想，地面上搁较有关系、有尊贵的人，也是相款，会亲像死的精神一样。安尼看起来，到底地面上有尊贵的人，伊有啥物款的把握？伊有啥物款会通摕来夸口品捧？伫软弱的人面头前，会通伫遐夸口的，会通伫遐欺负遮个善良的老百姓。咱看，即幅图是真济社会、真济时代拢产生的。这个是菲律宾进前的总统夫人，媒体甲伊写讲，永远的权贵图腾，永远的权贵图腾。简单讲，即款象征就是因的尊贵，因的权势，只是欺压老百姓，只是占用纳税的百姓的钱源若定，因是国库通家己的落地啊，开正人纳税的钱来满足家己的欲望。伊伫年老的时阵，伊讲一句话：呾我即马是一个又阁老又阁丧香的老查某。其实伊的手阁挂一粒旋石，总是伊讲伊是又老又丑的老女人。然后这个诗人伫12节已经提醒啊，准啊你是尊贵的人，总是你也袂久长，面对死亡，你也亲像精神共款。那13节、14节伊讲了搁较白。13节、14节伊讲，即款的人，因所伫地面上留落的智慧，因所讲的话，抑阁有真侪人甲伊掠做真要紧。总是，因亲像羊群落伫阴间，然后死无要做因的牧者，死亡要做他们的牧者。他们是死亡的羊群。原来，如果伊的生命若无一个信仰的对象，若无一个上帝正做因的倚靠，因面对死实，因的牧者毋是主耶稣，毋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因的牧者是死亡，死亡是因的牧者，因落伫阴间。正做死亡的羊群。那即个诗人到14节讲甲遮尔白，已经到一个清楚的表达，人踮伫尊贵，逐款的人拢共款，下顶的、上顶的，你若无一个倚靠的对象，你只是死亡的羊群，死亡做你的牧者。那即个诗人呢？即个诗人伊有啥物款的确信？有啥物款的把握？伊讲，独上帝要赎回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为伊要接纳我。即个第15节就是即个诗句，诗篇49篇真要紧，核心要紧
的金句。即句是整个规篇诗篇49篇的锁匙，咱讲是死要锁匙真要紧的一段经文。诗人看见人生中间的现实，好嘢散差真多，有关系无关力的差真多。伊伫遮觉醒中间，伊清楚看见，原来伫世间就是遮尔现实，总是面对现实，面对无平等，面对伫地面上，逐个人所得到条件无共款，总是有一项代志伊有觉醒，就是面对死亡，面对生命的终局，伊家己清楚知影，伊要去倒位。伊家己清楚知影，啥物人要成做伊的担保，啥物人已经替伊行即个赎回的计数。原来替伊行即个赎回的计数是上帝，独独上帝要赎回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关闭。伫阴间，上帝已经将我甲赎回。因为伊要接纳我，然后即个所在真要紧的一个字，就是接纳。咱看即个台语的汉字，看中文，拢看袂出迄个接纳的动作是啥物意思。总是咱会当想象，原来诗人的意思接近希伯来人因的经验，就是旧约圣经内底有记载，上帝将以诺接起哩，上帝将以诺接上去，接到他那里去。上帝伫风的中间，那亲像有即个火车，然后将以利亚接倒转去。上帝在风中，有火车显现，有火的车显现在空中。然后将以利亚接升天。简单讲，这个接纳的动作，就拄拄亲像以诺受接到伫上帝遐，以利亚上天受接纳到伫上帝遐。原来诗人真早就已经告别上帝要接纳我的灵魂，对阴间将我接倒转去。这个所在就互咱想到真要紧。耶稣基督对咱的应允，咱的大牧者耶稣基督，咱生命的救赎主，伊对咱的应允，伫约翰福音14章第3节，耶稣捌安尼讲：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主耶稣讲，伊去要替咱备办所在，然后伊要搁再来接咱倒转去，甲伊三甲做伙。伊讲，伊要踮伫遐，叫咱也做伙甲伊三甲踮伫遐。留意下这个动作。就是诗人所讲的，上帝要将伊接倒转去到伫上帝遐。咱伫新约，咱伫基督信仰内底，咱知影迄个要来接咱倒转去的，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去到爸的兜，替咱备办所在，也搁要落来接咱倒转去。踮伫甲伊三甲踮伫的迄个阳光无比的所在，永远活的所在。所以，就兄弟，面对事实，面对咱死亡终局，咱毋是无愿望的人。虽然面对病痛，面对生命的死亡，咱犹原会惊吓，咱犹原会痛痛。总是咱毋通袂记住，咱是活伫有愿望的内底。死毋是咱的终局，因为死是要互咱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开始，就是到伫上帝所
陪伴迄个永远活的所在，甲耶稣基督三甲享受上帝替咱陪伴的迄个荣光啊！即个荣光毋是咱会堪去得到的，即个荣光是因为咱分配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荣光，咱通得到即个福气，得到即个祝福。若是安尼，就是真要紧的思考。所以15节诗人清楚表达，伊有一个信心，就是上帝将伊赎回，将伊的灵魂接倒转去。所以16节，伊就提出勇气，搁一摆回应：人发财，家庭家天荣光，你毋免因为安尼来惊。遐个有权有势，遐个权贵子弟，因的家族兴旺，因的关系愈强，因的钱财加天，你都毋免惊，因为有一个事实，咱已经看清楚。所以17节开始到19节，佫出现另外一个实在是安怎。伊讲。实在是因为伊死的时，啥物拢袂通带倒转去，因为伊死无一项会带去，伊的荣光袂会缀伊去。伊在生虽然家己开口有福气，你若够照顾家己，人要学落你。19节。若是伊要归到伊历代的祖公遐，因永远无看见光，因永远无看见光。即句话19节现代台语译本翻了不止千倍，也不止真亲切。伊讲伊最后。嘛着去见因祖公啦，简单讲，甲列祖遐个祖宗、祖先、祖公拢通排做伙，永远袂阁看见光。简单讲，迄就是踮伫阴间的迄个空间内底，永远袂阁看见光。伫即个所在。17节到19节清楚表明，人如果是地面上的关系、钱财，一切遮的资产拢你加天。伊讲你免紧张，你免烦恼，遮一切实在是因拢带袂去。若讲咱俗语咧讲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生的时阵，你空手来。当你生命结束、死无的时阵，你也空手倒转去。所以讲，所有地面上的一切，包括你所享受的名声、地位、荣光，拢袂缀你去。你只是甲你的祖公列祖三甲踮伫迄个永远无阁看见光的所在。伫即个觉醒内底，最后伊阁一摆提醒，人踮伫尊贵的中间，也无醒悟，是亲像会死的精神。诗篇49篇用即句话做结束，阁一摆提醒咱，着爱醒悟，着爱觉醒，着爱谨慎，着爱警醒。咱的生命伫地面上是暂时的，面对肉体、地面上的生活，较长的80、90、100，现代人真艰苦。较短，有的人一出世就过身，做细囝，囡仔时代就过身，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。30、40、50，逐个人无相款。简单讲就是无平等。
生命的长短无平等，因为伫迄个四地方内底，底咧毋是老人，迄四地方内底所底是死亡，死的人，死无的肉体。伫即个角色内底，提醒咱信主的人，咱信有上帝的人，咱信生命是上帝所创造的人，咱就应该抓牢即个真要紧的应允，就是上帝所应允互咱的。咱应该享受上帝互咱伫地面上的时间，然后咱当好好把握来使用即个时间，免得咱来失去即个要紧的宝贵的生命，用咱暂时的生命来换迄个永远活的生命。迄是上帝所应允互咱迄个美好水，咱应该享受。弟兄兄姊，伫即个思考内底，毋知咱面对人生中间逐款生命挑战，你有感觉咱应该好好享受上帝所赏赐互咱宝贵的活命，伫世间继续做见证，成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互世间人看见咱的信仰生命的见证。虽然真短暂，总是抑阁会通活出上帝所祝福水的活命，互世间人看见咱是有仰望的，也意爱认捌咱的生命的救赎主，认捌咱的生命所倚靠的，认捌咱的生命所确信的迄个对象，就是咱的上帝，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咱的圣神上帝。最后伫遮要用一段话，甲咱三角分享，就是真有名的作家，即个巴斯卡，伊有写一本册叫做《圣徒的安息》，这是300多年前所写的一本册，到今也搁咧流传，有真侪翻译的版本，也有咱中文的版本来翻译。伊论到安息，伊讲永活的上帝是伊圣徒的福乐甲安息，求伊通过即个默想，将咱属肉体的心变做属灵，将咱属世的心变做属天。互咱会深深听伊，掠伊做福乐，求伊互即个默想成做咱一生的功课，求伊互写即本册的我，甲读即本册的你，拢永远无偏离即条通往永远活的路，免得咱简单留落通进入安息的应允，却因为家己的毋信，也是疏忽，直到咱赶袂赴来失去迄个安息。咱知影有即个安息的应允，总是咱因为毋信，咱赶袂赴进入迄个安息，咱颠倒头失去迄个安息。即个作家真水的册，有时间你会当买来。安息的主题对信主的人毋是禁忌，虽然咱伫台湾人民间中间对死有真侪禁忌，总是咱信主的人毋免惊，亲像诗人所讲到的，咱毋免惊，咱会当勇敢抓牢上帝对咱的应允。咱清楚知，主耶稣基督替咱备办所在，
也阁要来接咱倒转去，甲伊三甲踮伫迄个上帝永远活的所在。愿咱领受，也将即个福气分享到伫侪侪面对死亡惊吓的好朋友，也是亲人、亲族啊，互因也甲咱平平领受即个福音的祝福，同心祈祷。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领受恩典满满，伫你施恩赐福内面，阮毋免惊吓。虽然病痛、颠簸，互阮会面对真侪痛苦艰难的时阵，总是主阮面对生命终局，亲像诗篇49篇的诗人所讲的，阮毋免惊，因为独独上帝已经替阮赎回迄个阮踮伫阴间的灵魂。即个赎回的计数，上帝已经替阮行，通过主耶稣基督赢过死的毒钩，阮就毋免惊死亡对阮的威胁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阮，引带阮，互阮望当阮生命煞了地面上的脚步，阮要阳光进入上帝所备办迄个永远活的所在，甲上帝三甲永远徛起，踮伫迄个主耶稣基督所分享阳光的所在。愿主你施恩帮助阮领受即个应允，也确信，然后阮愿意将即个好消息、即个福音分享到伫即个世代真侪需要的灵魂，真侪踮伫惊吓、死荫、黑暗中间的活命，甲遮个好朋友三甲分享即个宝贵的信息。互因也通做伙活伫愿望的内面，毋免面对死无的惊吓。恳求你听阮祈祷的声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，阿门。